好，即马就先来欣赏大来宾黄文兴所带来新歌《就到这》。你爱情叫本内底的我，无顾一切用生命去换。原来我只是你的皮夹，无能力解释旧情的变化，踮伫感情的世界。谁才是故事最后的主角？心碎的想无要留负啥，叫情无奈甲心痛，就由我来收煞。就到这，咱就到这，情到哪袂当自。放好开你我。谢谢。哇，妍妍姐，这是我的新专辑，还可以出专辑耶，好漂亮哦！好漂亮哎！是哇，这个专辑的包装是空运来台的材质哦，而且是这个专辑的概念是用一个糖衣的包装来做一个有糖果的感觉，对对对。就像爱情被那个糖衣包覆着这样。好，那这还你。你说袋子很贵是不是？哎，没有，姐你不能这样。这个材质也是很贵的。你们看，像这个很像糖果纸。我想说袋子很漂亮啊。啊，这个要留就对了。对，里面还有 CD。哦 ，CD 在里面。是。失敬。啊，不是很忙吗？怎么还有空出专辑？有啦，杀青了，还是就是边拍戏的时候边录歌这样。对。真的是热爱，对不对？是啊，哎，戏演的好，歌唱也唱得非常好，而且这一张美人姐她厉害了，她自己也创作哦，是对不对？几首歌是自己的创作？2首歌曲，哇，对，2首歌曲，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大突破，就是呢，黄文兴演自己的这个主打歌的 MV，大家刚好有看到大荧幕，对不对？哎，我看了，我觉得那个剧情超虐心的，真的吗？谁受得了？真的，男同志的这个角色，对不对？是，因为也是我第一次演这个角色哦。那其实，在演的当下，其实还蛮坎坷不安，因为没有演过这个角色，怕没有诠释好的话，怕会被攻击这样。哦，对，会怕啦，其实还是会怕啦。对，好特别哦。我跟你讲，我知道他演的这个剧情哦，不是编出来，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戏，真的有这样。他是这样哦，他本来是有女朋友的，对，结果呢？不知道怎么搞，他突然间爱上了一个男孩子，发现自己内心里面的真爱不是这个女孩子，是我的好兄弟。最虐心的还不是这样，他为了那个男孩子，还把那个女生给甩了，结果那个女生就跟那个男生在一起。你看你这个报应，什么啦？臭男人！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做一张唱片，它是一个整体的创作，对不对？不是只有歌曲而已，它还有整个 MV 的一个概念，跟你传达这张唱片你的一个想法。对，而且这张唱片呢，我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次的编曲用了大量的就是比较流行华语的编曲来编台语歌曲。对，那希望用台语传承，让更多喜欢听流行华语音乐的年轻人可以接受，哎，觉得台语其实也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面向跟元素。是，OK， 好，非常的恭喜你出新专辑，谢谢，祝你唱片大卖啦，谢谢，偶像组的卡位赛。